三江龍鄉遊龍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距今已經有200多年嘅歷史。今年農曆正月16，三江鎮新江村恒美坊迎嚟咗傳統盛事龍上山活動。咁現場有幾熱鬧呢？我哋一齊去睇睇。當晚7點，新江村170幾名嘅村民從恒美坊龍宮啟程，喺龍珠同旗陣嘅引領下，長達150米嘅金龍隊伍喺村道小巷中穿梭。經過村入邊每家每戶嘅家門口，寓意傳遞福氣、收集心願。咁隨後嚟到村入邊嘅操場，開始打龍餅。舞龍珠嘅人引領住金龍一層層打圈，龍頭捲入中央，被龍身裹成團。一條栩栩如生嘅金色巨龍騰躍起舞，將現場嘅熱烈氣氛推向頂峰。晚上9點半，喺三江私人公園，重頭戲龍上山開始啦！一班村民輪換揮舞，重達40幾斤嘅龍頭、龍尾以及39個豬仔龍，直登山頂。成條龍都裝有 LED 燈泡，喺夜色中更加光彩奪目、熠熠生輝。從山腳望過去，好似一條金龍蜿蜒上山，場面非常壯觀。舞龍隊伍中，仲有青壯年舉住魚蝦、螃蟹等嘅造型嘅水族彩燈。呢個係新江村恒美坊金龍獨有嘅特色，體現咗大家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嘅期盼。參與舞龍嘅村民同記者講，喺上山過程中有一個特別嘅傳統習俗，龍頭要回望山腳嘅村民3次，稱為3次龍回首。新嘅一年美好嘅祝願帶到去山頂回獻稟告，即係我們恒美坊金龍更足走。就係前半年呢，就準備好龍上山嘅，即係周邊嘅雜草啊，同埋啲溜蛋啊。大批村民同遊客早早喺山腳等候，紛紛開心咁喺龍身中捐過，伸手觸摸龍頭龍尾，祈求新嘅一年鴻運當頭，好運連連，學子如躍龍門，學業進步。當我摸搖輪嘅時候，我就覺得最緊要個個身體健康，國泰民安。嗰個家庭幸福。我覺得好多人好激動同好熱鬧啊。我睇見好多人好多後生嗰啲參加，睇一下下一年有冇機會爭取參加一下。咁除咗本地村民，仲有遠道而嚟嘅遊客同華人華僑前嚟參與活動。美國華人趙偉龍就係其中一位。本身我係一個口生口長嘅三個人啦。然之後由細到大，我都係喺嗰個某輪嘅環境之下成長。喺國內會治得好久啦，但係每一年為咗翻嚟某輪，我都會提前準備好晒啲嘢，行動足周傾好晒，直播嗰個評會，去俾更多嘅旗下嘅人去知道我三江嘅某輪嘅文化。還有就係因為好多國外嘅華僑同埋同胞好想親身可以清楚現時我三江某輪嘅一啲狀況，雖然我係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關於我三江某輪嘅文化。然後就覺得很震撼，就感覺特別的有年味，特別有氛圍感。就回去之後，我們也會就是發朋友圈，剪個小視頻，就向朋友們就宣傳我們這個三江龍鄉的文化。值得一提嘅係，本次龍上山活動使用嘅龍頭已經有近30年嘅歷史，今後將被封存作展覽使用。記者了解到，三江鎮新江村恒美坊金龍工作組歷時大半年製作咗一個新嘅龍頭，用料上乘，造型精美。新龍頭將會喺下次活動中亮相，與民同樂，為民祈願。本台記者張淑貞、林海宏報道。我哋期待龍上山活動能夠繼續傳承落去，向更多人帶嚟歡樂同祝福。同時，都希望有更多嘅海外華人同外地遊客嚟三江遊玩，親身感受龍鄉三江嘅非凡魅力。